伫工地边啊，也是巷仔出入口，常常会当看到一种红色、蓝色会死的警示灯。全台湾拢总有6700个外的路口，拢有一款警示灯。不过，这毋是车红灯的一部分，有的驾驶感觉伤插目，电动危险。今仔日就有立委召开公听会，邀请中央和民间来讨论改善方法。这种红色、蓝色闪示的闪光灯，号做爆闪灯。原体这种灯光是要放伫路口加做警车，互驾驶降低速度。但是有人认为这种灯光无规范，而且受过插目，会造成交通危险。立委召开公听会，找公部门参民间做阵讨论。我们反对的是说，你把这样的一个紧急的特殊状态常态化，而且甚至是民间民代自己的这样的私自的作为，为了道安，为了人行的这个安全光害管制的法律必须先确定下来。警政署长黄明昭也明确的表示，确实这不是号志，所以他没有法律上的依据，而且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规范的情况之下，不管是说它的亮度，或者是说它闪的这个频率，如果发生的这个意外，那当然这个责任应该要谁来负担？根据警政署的资料，全国有6700外个所在有设爆闪灯。不过，立委指出，警察局、交通局甚至是民众，拢有家己安装爆闪灯的案例，显示规范确实真欠缺。交通部表示，有咧收集各县市的状况。标志标线号志来定义的话，那爆闪灯确实不在它的定义范围内。但是它是不是就是一定不能装，或者是违法这件事情，恐怕还需要讨论发文到各个单位去，包括他们设置前、设置后事故的状况，把这些资料能够收整过来给我们。交通部估计，地方政府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收集到位有放爆闪灯数量有偌济等等。交通部会根据这寡具体资料来研究法规，定出规范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